黃記居益。一開閘嘅時候，君悅灣應聲彈出粉紅衫瀟灑王子啊，響埋邊呢，仲有內欄奇峰，出邊呢，紫色衫紫色眼就幸運馬王啊，外邊知道性啦。咁啊第5位到啦，橙衫深慷慨最出綠色衫極品啊，灰馬銀豐神區再後邊有甜筒啦，尾5位置白衫呢就常拼常勝啊，再後邊4隻有善者佳運來福愛寶黃衫包咗落尾呢，就係嗰隻萬眾期待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呢個呢，就係香港太遠灣啊，幸運馬王咁啊都好大步嘅馬呢，就鬆住佢一路佔先咗一個身位度啦。第2位外邊有瀟灑王子啊，第3位嘅馬啦，埋邊就奇峰啦。再後一層嘅馬有知道性，出邊中間君悅灣內欄灰馬銀豐神區啊。再後一層中檔心慷慨，咁啊唔要難呢，要生位喎。出邊綠色衫極品，響佢入邊呢仲有甜筒響內欄，後啲先有佳運來已經攞定出去啦。再後邊先有長拼長勝啊，揈到最出啊，黃衫嗰隻呢就福愛寶嚟㗎。好，你入正最後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幸運馬王啊。咁啊見到外邊冚上去有心慷慨極品，最出佳運來，再喺入邊駁位有銀豐神區，後多陣就甜筒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透出嘅馬係心慷慨鬥緊呢隻極品啊，埋邊位置瀟灑王子，出邊係佳運來，再入邊仲整隻奇峰銀豐神區，接近終點啦，第1名嘅馬相當接近啊，心慷慨鬥緊極品，第3名呢，瀟灑王子好似機會啊比較高啲啊，因為出邊嗰隻常拼常勝甜筒都係近嘅馬。咁啊，結果2隻馬拋甩咗，心慷慨橙色衫、綠色衫係極品，噏上噏落，邊嘢噏贏呢？似乎極品係咪機會稱先啲？要影相，望下條線啦，好似開變喎，13號極品贏啊！跑第2名3號嘅心慷慨潘頓，贏嗰隻係楊明倫啊。第3名呢，1號嘅瀟灑王子羅里亞，第4名呢，好似莫雷拉嘅甜筒。我以為心慷慨可以啊，彈得少少贏都唔得。都俾嗰2步停一